营养丰富的嘞，不摆不出来着。还不从来分口几个一个菜饭吃饭看瓜的，这眼睛头个牙齿结棍，还有个两只快板牙三个两把来好几。吃饭天下第一瓜，读书天下第一聪明，干嘛有天下第一玲珑，鲜活碧绿。我那下是的啊，再吃光来，哎呀，我来再讲过去了，你起码1米9，整个家族1米8，两儿子们1米9人，两个囡1米8人，儿子们打篮球能做模特儿，也是个哎，当你差了把在这样孩子啊。儿子你别工资啊，你都要3辰光发给哪里啊？要下去。如果我们10万，平时3辰光直播展开了别吹个，妹妹别带他个，真的你看呢？好了，录，哎呦，你别看免费国tru啥个毛病哈？哟，你喊你孩子等出去，哎呦，哎不然有可能人家新观念强烈叫哈。你为啥长眼睛了？哎呦，真的呢！哎呦，奶奶，那部车子未分太太，哎，为了你天天了吃波浪汤，谁是就真当的毛虫子啊？哟，哪大个人才认得那个呢？你是网红呢，只眼睛长得漂亮。哎，哟，这直播也还特怪那边的，哎，也不说得多哎。这次啥日子过吧？破例往前直播一个事香。哎呦，生出来个搿头是直播了还是我一家哈？搞了相信吧，没一个直播像你个大八嘎。啥谈？也包呢。别去摆了，别猜了。只要分口去妹妹。啊这个，哎，不谁晓得个？裤子不就才是来套不？哎呀，哭个了，啊这个。那妹妹来这，你看，一个调就漂亮。天如烟熏早，这个活泛个仙女啊！哎呦，就是一把你去了。内裤什么内裤还是娃娃记得嘞？这个也不错，低嘛是低，囡啊这个，哐，噔，那是别动。囡是屁股毛，台湾没鼻子没这个。我洗干还不来摆。哦，不错的。哎，你看人家的车子叫我来啊，你看你个一步呢，包了1、2个，过到内围人。